係盡量做好嘅，盡量令到大家咧喺短時間之內唔好惡化。嗱，我哋睇清楚呢份施政報告唔係1年啊，係佢一任啊，5年裏邊佢要點樣做？佢要將香港嘅民生經濟點樣去慢慢嘅改善同埋解決。所以今日我哋唔好即刻一個久病嘅人，病咗好耐嘅人，你會唔會一落藥就希望佢聽日好返晒咧？我諗冇可能，係嘛？大家都明嘅，只可以慢慢調養好個身體，固本培元，先至能夠恢復翻佢嘅體力、佢嘅體魄、佢嘅健康。香港一樣，過去嗰10幾年一直係俾一啲嘅反中亂港嘅分子係喺度令到香港搞震，令到政府係冇辦法去做好一啲改善民生嘅政策。今日梁振英大刀闊斧、夠膽夠魄力咁樣去出嚟去提出呢啲嘅做法，我希望各位嘅市民都能夠用你哋嘅良知、用你哋嘅見識、用你哋嘅判斷去支持呢一個有心有為嘅特首。希望大家係支持梁振英嘅施政報告。多謝大家。